台南珠分市8月15举办中原普渡法会，伫庙的四周围摆满了圣像的普渡供品。庙方伫下晡嘛举办团拜仪式，主委杨木全、立委陈廷辉、北区区长潘宝树、议员陈义珍、总干事李小凤等庙内干部以及信徒一同虔诚参拜来祈福。有明星书本是伫哩老主任规划，本委会主委刘不全，因为主委王继香、副主委王天、柯宗盈、陈水忠、叶传实，原副主委赵仲泰、郭新流，总干事李小豪。主任是举办这个中原普渡普渡众生啦菩萨的慈悲会当传扬到咱全台湾咱北区所有的民众伫遮阮主任是咱也有贡献着白米贡献遮给食米好啦一年一度，咱逐档都有做咱希望讲每一年会当比做每一年更较好，会当普渡遮所有咱的给受好共款大家平安大家身体健康。感谢咱珠分市尤其是咱的杨主委甲咱的所有干部啦每年拢会伫咧7月的迄个普渡甲咱遮的迄个白米啦甲咱的普渡品来送互咱就近5里啦拢总464户低收入户啦互因会当伫咧7月时嘛有一份的关怀，伫遮再一次甲咱珠分市来感谢咱每年拢会当做这份的温暖。咱感谢着咱的主委，咱杨木全杨主委，甲着咱钟委员大家利用着咱普渡的这个机会集合众人的物资嘛要来协助发放互咱附近的遮的需要帮衬的遮的弱势民众互因会当共款受着普渡公的斗保庇，后来咱珠分市内务尊神的斗三工，有但一切顺遂，将咱这个普渡的遮的画室会当画互大家，会当变成是一个大家安尼非常安乐和谐的一个所在啦所以非常感谢着咱珠分市每一档拢做着遮的协助。珠分市管委会、佛祖复兴会、顾问团以及信徒也拢一同发声占卜，以观音佛祖、文殊菩萨慈悲为怀、济世万民的心，为发扬其精神，特别准备了白米1500公斤、生活物资等等，要来捐赠予境内大兴里、大公里、小北里、正甲里、北门里的家受利户，总共454人受惠。记者张世维采访报道。